钢琴家魏乐富是德国人，选伫咧台湾驻新音乐超过40年。今年伊和伊的牵手，也是台湾正出名的钢琴家叶玲娜，做伙规划台湾400档福尔摩沙故事音乐会，要用不同时期的曲和语言呈现台湾这400年的故事。因是希望透过音乐，让大家认捌到台湾的过去。音乐声节奏紧，佮沉重，配合女高音林锦如的台语朗读，来呈现28事件受难者家属受到政治迫害、惊吓、无助、紧张的心情。这首乐曲是钢琴家魏乐富以28事件真实的故事做背景落去创作的。暗暝的一晚，这首乐曲原版本是英语朗读。魏乐富今年特别改用台语呈现，是伊演绎台湾400年音乐会的其中一首。魏乐富讲，伊真欢喜用音乐把真实的事件记录落来。Happy that because 原来只是一个 literary idea， 我想把那个故事写下来，然后是我think这应该要可以变成一个 narration。魏乐富伫德国出世，1978年来到台湾教音乐，到打40多年。伊和台湾钢琴家叶玲娜是台湾出名的双钢琴组合。这届因共同规划演绎台湾400年的音乐会，要呈现台湾史400年之间无共政权时期的乐曲。钢琴家叶玲娜表示，过去的历史真侪台湾人无了解，也是无愿意讲，希望透过音乐来让更较侪人理解台湾的故事。所以这整个我们就是希望用音乐来带出台湾的历史。然后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台湾原来有那么多种语言在台湾出现过，那我们都不晓得。叶玲娜表示，音乐会会伫3月18正式首演，卖用无共时代背景的语言来演出，所以会有荷兰语、日本话、台语、原住民语等等，希望会使把台湾这个岛屿的故事和多元性完整表达，让更较侪人认捌台湾的过去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